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成，欲未浅也。能浅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，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，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我学网络可能比较慢，还没有。观空亦空，空无亦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亦无，无即无，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。